台湾罗马字协会连续25档，逐年拢会办世界台语文化营。今年以野外求生做主题，教大人囡仔要安怎伫咧野外煮食甲生活。乌托贝，咱来看卖。 囡仔用台语真做魔术师，敢若考一张牌，四魔法就通甲几副固定好势。毛囡仔用白话机做事画红仔，展现课程所学的成果。为了要甲台语向下顶进，台湾罗马机协会对1995年办世界台语文化营到达，今年第25届，以非常时期野外求生做主题，打造全台语的环境，嘛培养囡仔的母语意识。用台语变魔术，等者要等互大家看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一个囡仔今年要算上国小啊，互伊知影讲吼，其实有足侪囡仔嘛是咧讲台语，吼，伊实在一寡大人有无共款的议题啦。台湾这几年拄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吼，咱嘛要准备，万一中国若是真正侵略咱台湾，咱台湾伫战争的时期免伫野外求生。课程唔但安排专题演讲，嘛小解国内外战争的历史。另外嘛邀请南北基路长期咧推广台语文的友志来分享经验。台湾罗马协会常务理事陈金泉指出，因为受到时民甲政治的因素，致使台语有一段足长的短暂。佮加上家长无注重，未就因对教会拓展到社区咧推广。另外嘛协会用语言行销方式设计趣味的手路，要成人来学习。少年人，我什么拢不要讲，那少年人哦，较年长嘛，我不要讲因为安尼关，所以整个语言意识会当提悬，互这人民拢知影，咱这居民知影这台语是遮尔要紧。把台语文当做产品，这就是用一个行销的手路去甲其他的物件，就是去比拼啦。讲咱当就是有一个较趣味、较活跳、较无共款的方式。3天2暝文化营分做大人甲囡仔组，拢总上百人来参加。主办单位指出，毋望台语文真做生活化，母语的前途才会当公平大拍尾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